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54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54天，同时也是穆吉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54天。特朗普終於還手了，特朗普報復了。《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中央司令部制定了一個為期2週的計劃，猛攻伊朗。國海軍上將一直在指揮這場戰爭。現在，庫珀正在推動一場大規模空襲行動，旨在全面癱瘓伊朗的導彈部隊。美軍中央司令部確認，美國東部時間7月29日晚10點，美軍對伊朗發動一輪大規模空襲，打擊了數十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目標。包括軍事指揮中心、導彈、無人機設施、海岸監視與防禦陣地以及海上作戰能力相關設施。這次不是象徵性回應，此次比之前那13夜空襲的力度更大。空襲的導火索是伊朗28日從本土向駐中東美軍約旦基地發射了4枚彈道導彈，雖然全被美軍攔截，但是伊朗主動開火。特朗普當天下午就放話，現在輪到我們打擊他們了。特朗普還說要徹底解決伊朗。如果真是想徹底解決問題，內塔尼亞胡訪美時已經挑明，戰爭只有在伊朗現政權倒台或被徹底削弱到被迫放棄其核計劃時才會結束。特朗普的目標清單上恐怕不只是設施。美軍7月30日對伊朗革命衛隊繼續實施打擊轟炸，包括伊朗革命衛隊指揮中心、無人機設施，一時間濃煙滾滾，爆炸不斷呢。美軍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打擊轟炸目的進一步削弱伊朗和代理人對美軍商業航運以及對海灣鄰國構成的威脅，進一步削弱伊朗革命衛隊實力。同時，伊朗已經證實7月30日凌晨，美軍襲擊了包括格什姆島、金雞石島在內的霍爾木茲干省部分地區。同時說明霍爾木茲海峽對海灣國家以及全世界的重要性。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7月30號發布聲明，他說，當天黎明時分美國利用地區內的軍事基地對伊朗發動空襲，致使伊朗格什姆島上民宅遭襲，造成3人死亡，另有2名兒童受傷。為了回應這一罪行也就是伊朗再報復他要反擊。怎麼反擊的呢？當天上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使用數枚彈道導彈襲擊了位於約旦阿茲拉克的美軍基地，摧毀了3架 F-35戰鬥機，並重創了另外3架戰鬥機。此次襲擊還造成多名敵方軍官、技術人員和維修人員死亡。感覺好像美軍在約旦這個地方是個薄弱點，是個軟肋，這伊朗就逮着這個地方炸，而且給人感覺伊朗方面宣傳，那每次炸都有成果，確實。上次炸死了3名美軍士兵，炸傷了幾十人。這一次，伊朗人說摧毀了3架 F-35，這多少錢？還有就重創3架，就是6架。當然了，這是伊朗方面的宣傳。新華社華盛頓7月30日電，美軍中央司令部30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在伊朗最近的襲擊中，沒有飛機被摧毀或損壞，所有的導彈和無人機準備攔截或未能到達目標區域。也就是伊朗說摧毀了約旦的3架 F-35戰鬥機，還有重創3架，這都是子虛烏有的，美國是不承認的。所有的導彈都被擊落，無人機也被攔截。那這個公說公的，婆說婆的，這個朗子現在感覺有點飄，不知道是幾個意思啊。當地時間7月30日晚，伊朗軍隊發布公告稱，軍隊使用無人機襲擊了美軍位於巴林的謝赫伊薩空軍基地的發電機、導航系統以及行政和後勤保障建築。公告表示，儘管美軍基地擁有眾多防禦系統和裝備，但近日針對該地區美軍基地的襲擊已對其裝備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壞。這朗子你打就打，對不對？你襲擊就襲擊，你得看着點。結果朗子居然衝這個二哥下手了，大水沖了龍王廟啊！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啊！伊朗襲擊打中科威特中國企業建築，伊朗襲擊打中了科威特北部一家中國公司的建築，1名外籍員工死亡，公司財產受損。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確認，死者是1名尼泊爾籍司機，沒有中國公民傷亡。
其企業名稱、建築位置和損失金額目前沒有公布。你說朗子，你說這怎麼回事？怎麼解釋？難道咱們中國公司的建築裡面，這個大樓是中國的公司？難道裡面也有美軍的大魚在裡面嗎？按照既往的慣例，通常朗子炸到哪個裡面就有美軍，要麼是美軍的指揮官在裡面，要麼是美國的軍事顧問，要麼是美國的專家躲在裡面。那這個怎麼解釋？不是，我現在為盘盘着急，為毛拉粉呢，為盘盘這個神棍愛好者着急了，不知道怎麼解釋啊。不僅咱們的大使館確認了，科威特國防部也確認了，說作為事件的首次通報方，科威特國防部官方發言人指出，伊朗當天對科威特北部發动的襲擊中，命中了一座屬於中國企業的建築物，造成一名工人遇難，建築物遭嚴重破壞。那這個肯定不是無人機，這恐怕是彈道導彈炸的。無人机破壞就是打中建築物啊，會出現問題的吧？但是不会叫嚴重破壞嘛。萬幸的是啊，本次袭擊没有造成中國公民傷亡，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所以說，希望朗子出來解釋一下。這個毛拉粉啊，你也督促一下朗子，对吧？也給個解釋啊。你這好比朗子正跟這個美帝是吧，兩人正在搏鬥，你來我往，你一拳我一腳，正在打得正酣的時候，朗子突然轉身給別人加油的這個群眾來了一耳光，你說這幾個意思啊？咱們還有好多朋友在給他加油，對不對？胡一靜老師也在給他加油，是吧？讓他什麼海峽武器化，什麼不对称優勢，是吧？給朗子鼓勁兒。這突然朗子一回頭，看見胡一靜老師猛抽两耳光，你說這是，對吧？這不是讓仇者快，親者痛嗎？胡一靜老師在給他加油，他過來給胡一靜老師两耳光，那言下之意就是不滿唄，對二哥，還要二哥怎麼做？我想起來了，最近外媒的傳言，二哥要給這個朗子送300到400套肩扛式防空系統，二哥是堅決否認了啊，对吧？外交部說沒有，造謠，一派胡言，很有可能朗子不高興了。本來朗子是叫什麼？扯虎皮做大旗，是不是？狐假虎威，狐假虎威什麼意思？他本來就是拿這個來嚇唬美軍美帝，你要敢登陸，你要敢这個搞地面行動，我這可準備好了啊！我這從二哥那兒搞了這麼多套這個阿帕奇，他專打這個什麼？專克黑鷹是吧？智努幹就專幹這玩意的東西，神器。本來是拿這個嚇唬人的，這邊嚇唬美帝，結果你這二哥不配合，說沒有，是不是有沒有這種可能？朗子一生氣，給二哥給你的顏色看看，讓你配合演戲，你配合就完了，你不說話，結果你非要跳出來說沒有，這朗子這個戲唱不下去了，敗露了，所以惱羞成怒，給二哥來一下，也有可能完了這個就是警告唄，假裝說，哎，我這是打錯了。是吧？跑啊，打偏了，想打偏也不容易啊，是吧？这那麼巧，你打偏怎麼不打大哥的建築呢？所以這事是值得細細琢磨。很有可能朗子，因為人家畢竟6000年文明，還是道高一饒，是吧？人家假裝是打偏了，實際上給你一個教訓，反手給你一耳光，讓你一天到晚的這個口惠而實不至。完了之後想蹭你點流量，完了你還要出來闢謠，說沒有，見你點光，你還說沒有。那你說能不生氣嗎？根據彭博社報道，他說，巴基斯坦已與伊朗達成協議，確保至少一艘卡塔爾液化天然氣 LNG 貨輪安裝通過霍爾木茲海峽。LNG 運輸船阿瑞10號自7月初以來一直在波斯灣等待，現已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並根據協議駛往巴基斯坦。也就是巴基斯坦它天然氣缺能源，那怎麼辦？戰前一直是跟卡塔爾進口。結果霍爾木茲海峽一斷，是吧？巴基斯坦是最着急的，壓力最大，所以現在巴基斯坦就是要求伊朗走個面，是吧？我這盡心盡力的為你斡旋，為了讓你少挨揍，也是操碎了心啊。那你好歹給個面子，我這一兩艘船你得讓啊。卡塔爾也是為了你，也是到處遭人白眼，斡旋方可不好幹，對不對？你遭白眼了，兩頭說好話啊，這受夾板氣啊，夾板气沒少受，那你從你這過2艘船，這個面子不給嗎？哎，衛隊啊，這回破天荒開恩了，讓1艘船過去了，還有1艘船是吧？大家記得就到埃及那兒的 LNG 這個液化天然氣船給遭到朗子的無人機打擊。伊朗還報道，伊朗的媒體他說有1艘商業油輪呢，就是伊朗的，突破了美國海軍的封鎖。美國中央司令部啊駁斥了伊朗的說法，說由於美國行動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不安全。
對民用船只的直接威脅来自伊朗革命衛队的言語威脅和試圖進行的襲擊。美國中央司令部還進一步否認了伊朗的媒體報道，即該商業油輪沒有突破美軍的封鎖，並且超過20艘美軍艦、數百架飛機以及數千名軍人仍在執行封鎖任務。也就是伊朗的波斯灣還有印度洋這邊幾個港口已經被圍得像鐵桶一樣，插翅難飛蒼蠅都飛不出去。前2天，沙特和美國的聯軍對伊拉克北部這個叫什麼民兵組織實際上是什葉派民兵進行了空襲。昨天咱們說6名伊朗的顧問也是悟道成仙，追隨哈梅内伊而去。但是今天我看媒體報道，一名美國官員稱，沙美聯軍在周2對伊拉克民兵組織空襲中造成20名伊朗顧問死亡，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和技術顧問。那這個怪不得伊朗人很生氣啊！你這就是斩首，一共造成20多名人死亡和多名人员受傷，結果你這20個死亡的人全是伊朗的顧問，還有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队的技術人員，那你說這不就是斩首嗎？一锅端，也很有可能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卫队這個顧問，他們正在碰頭開會協調，是吧？結果又被這個美國人給掌握了情報，就像在黎巴嫩，是吧？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这不就是这些人在開會一鍋端，說明伊斯蘭革命衛隊也沒有汲取經驗教訓。他們的都是因為開會是一鍋端的嘛，一下送走了好幾十人，是吧？那你說你沒事，你老是聚眾開會幹啥？一下20人送走，這個朗子吃了個啞巴虧啊！恐怕這也是朗子去炸這個約旦的美軍基地的原因，發射5枚導彈嘛。但是他不好說，對不對？現在我懷疑這次不是朗子自己挑起來的嗎？特朗普說了前面炸了13天，中間休息一下，給外交騰出空間，是吧？畢竟阿曼跟這個朗子正在談的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雖然談的不咋地，那特朗普也就是借坡下驢，先緩2天，補充一下能量。結果這時候朗子跳起來，是不是主動的發射5枚彈道導彈打擊約旦的美軍基地？這為啥？所以現在你再一看，差不多因為沙特和美國把在伊拉克的伊朗的革命衛隊的20個顧問和技術人員給一鍋端了。那你說朗子他能不生氣嗎？能不報復嗎？但是他報復他也不敢打沙特，這個咱們以前說了，伊朗他不敢打沙特，他只能打沙特的美軍基地，他不敢炸沙特，因為巴基斯坦跟沙特是叫同盟，你要打沙特，那巴基斯坦就站不住了，不得不出手，這一整不就亂了嗎？對不對？所以伊朗人家就把目標對準美國，打美國可以，因為美國人好歹的還得講究點規範，他有套路有章法。你要是得罪了巴基斯坦，指不定巴基斯坦怎麼收拾他。那大家都知道，都是叫穆斯林，這玩意兒下手沒輕沒重的，不太好弄。所以有句話說得好，您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呢。所以朗子還是選擇了得罪美國，不敢得罪沙特，得罪沙特就是得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說美伊談判仍在進行。根據 CCTV 國際時訊報道，7月30日，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希爾安德拉比在伊斯蘭堡對媒體說，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談判仍在進行，特別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以及局勢降級方面。而當地時間7月29日，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布聲明表示，美軍於美國東部时間29日22時完成對伊朗的最新一輪大規模打擊。作為回應，7月30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使用數枚彈道導彈襲擊了位於約旦阿茲拉克的美軍基地。也就是說，美國和伊朗邊打還邊談。所以根據這些信息，我得出結論，這一輪雙方的打擊純粹就是因為美國和沙特把伊朗給打疼了，而伊朗還不敢說，不好意思直接說，畢竟你派的顧問是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那兒，你被人一鍋端了，不吃了個啞巴虧嗎？吃了啞巴虧，他都找不回來，那就炸美軍，那美軍也不能吃這虧啊，馬上也還手。但是這個不影響雙方談判，該談還要談。實際上，阿曼和伊朗的霍爾木茲海峽這個談判已經告吹了。咱們以前說好多回了，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如果伊朗接受，那他這個打就白挨了。伊朗只有一種情況下會接受，那就被打得受不了了，實在扛不住了。
受了，否則他接受不了。目前看這狼子還能扛一扛。根據內塔尼亞胡去美國跟特朗普會面，媒體報道，內塔尼亞胡告訴了特朗普相關伊朗的一些情報。什麼情報？第一個說伊朗人的這個彈道導彈，就是遠程導彈啊，現在還剩下大概1000枚到1200枚。當然，這些數字大家愛信不信，反正是內塔尼亞胡說的。說在第一輪轟炸中啊，以色列和美國已經將伊朗的導彈生產能力給摧毀了，也就是它只有這麼一共是4000枚，4000多枚導彈已經炸了3000枚，現在還有1200枚，它也很難生產。這是第一個信息。第二信息說，那個高山下面沒有核活動，什麼意思？就是說伊朗人在高山下面修了一個地下核設施啊，但是那個核設施現在屬於那種靜默狀態，就是還沒有核活動，設備什麼原料在裡面。這是第三個情報，大概其說的就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現在是活着的，但是在哪兒？據說以色列的摩萨德正在追蹤。我想现在已經4個月了吧，要不了2個月，差不多穆吉塔巴恐怕就要被摩薩德給找到。你為什麼呢？因為穆吉塔巴的目標大，不可能沒有一點蛛絲馬跡。雖然他現在躲在山洞裡面，或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靠信使，对不对？他不用任何電子設備，靠信使來傳遞信息。但是啊，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的？什麼叫蛛絲馬跡？也就是說，你看穆吉塔巴，他是個燒焦的植物人，他肯定不能到醫院 ICU 病房住着。那他住的那地方不是醫院，但是必須有 ICU 病房，也就是各種醫療設備、醫藥器材，那肯定一应俱全。那這些東西，你後勤保障是吧？你不可能不走漏风声。就时間長了，你2個月可以，你時間長了，不可能不走漏風聲。這個生活物資，那穆吉塔巴的生活物資啊，包括有些高官，畢竟還是要芥末。實際上，這個就是你想一想，本拉登，這是鼻祖。這方面專家，對不對？人家躲在巴基斯坦一個什麼小山村裡面躲了幾年，最終不也被美國鎖定了嗎？也就是說，只要時間足夠長，一定會暴露出蛛絲馬跡。那美國是怎麼鎖定本拉登的呢？我大概記得，因為當時有個報道，好像就通過垃圾。人家分析啊，就你那麼個小房子裡面，怎麼會產生那麼多垃圾？大概是從這兒入手的啊。人家就懷疑你這裡面住的就不是普通人，跟當地的環境啊，跟當地格格不入，當地人不可能產生那麼多垃圾，或者那垃圾裡比較不一樣，通过嘛，人家開始懷疑。那我想這個穆吉塔巴一樣，目前內塔尼亞胡提供的信息是確認穆吉塔巴是活着的，而且在發號施令。也就是說，既然我們要反對什麼呢？我們要反對通過這個報道，那說明摩薩德和中情局都在瘋狂的在找穆吉塔巴。一旦找到，大家也知道結局是什麼。賊先擒王是吧？射人先射馬。穆吉塔巴不露面，有人開始假傳聖旨，讓伊朗最高領袖勃然大怒。近日，一名以色列官員在採訪中表示，他甚至懷疑一些名義上是穆吉塔巴的言論究竟是否真的出自伊朗最高領袖本人之手。該官員還補充說，哈梅內伊曾指示身邊的人未經他的批准不得擅自行動，而當這一指示被忽視時，他便勃然大怒。按照這位官員的說法，不能公開露面，僅靠線人傳話的執政模式已經導致出現了假傳聖旨的現象。往嚴重說，穆吉塔巴已經被架空了。當然了，大家都知道，完全有可能，因為你不出面，別人就会模仿，假傳聖旨，你出面都不行。因為咱們這個出面出鏡，對不對？露臉做節目，那還有人模仿，一模仿李鬼還變成李逵，是這樣的吧？那你說穆吉塔巴他不露面，躲在那兒靠信使往出發消息，那有人模仿的，对不对？有人利用做這個空子，那不太正常了嗎？是可以想象的，對吧？正是因為穆吉塔巴他沒有辦法實時現身、實時說話，所以伊朗內部現在完全就是群龍無首，各說各話。改革派也不叫改革派，就是叫義和派，跟這個衛隊那是直接是利益上的衝突，誰也不服誰，互相拆台。關於這一點啊，我們看看國內媒體是怎麼報道的。一般的國內媒體他很少報伊朗內部矛盾，國內的媒體 CCTV 或者是其他的報道都是從伊朗人如何英勇的抗擊美帝，是吧？反對美帝的霸權，痛擊美帝，美帝損失慘重，一般都是從這個角度來報道。但是今天
這個叫《中國新聞週刊》，它一篇報道，相對来說就反映了伊朗內部它的分裂，這也很難得啊。《中國新聞週刊》這麼說的，他說伊朗外長被人扔石塊，罵賣國賊。伊朗外長叫板本國媒體，稱被抹黑，就是外長開始喊冤，說我被伊朗國內的媒體抹黑了，你們污蔑我，我不是投降派，我也不是伊朗的李鴻章。中国新聞週刊這麼說的，他說伊朗外長阿拉格齐遭遇政治生涯的最狼狽的时刻，在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内伊葬禮期間，極端強硬派支持者將他追進小巷，辱罵其是賣國賊，並向他投掷石塊。這個咱們節目介紹過。既然官媒都說了，那說明咱不是造謠的。我們這個節目虽然是個不正經的節目，但是不正經主要体现在这个不是特別準確上面，隨時隨口說，但是隨口說不代表捏造。所以如果你要想聽特別準確的那種潤詞比較準確，定義非常準確，數據顯得很完善，那就不適合看這個節目啊！你就去看正經的那些講 PPT 的，那些動不動拿一堆數據圖形啊，看上去好像很準確，用詞比較講究的，發音比較準確的。咱們這個是個口水節目，是個閒聊天，瞎扯淡，在消磨時間的同時能樂呵樂呵，如果有所收穫，那簡直是占便宜了。所以它是個不正經的節目。我看有網友還想聽那是吧，這個字正腔圓的，顯得是吧很正規的。那你看晚上7點的節目多好啊，那叫一個標準。你看自媒體啊，那就是南腔北調的，對吧？這才叫多樣性啊。中國新聞週刊說，他說在最近上線的採訪中，阿拉格齊選擇與製造這些惡意的源頭公開叫板。他說，自戰爭開始以來，自己一直在國際輿論場上拔劍作戰，伊朗立場卻沒有得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公平報道，反而一再遭到抹黑。你看啊，作為外長投訴伊朗的廣播電台，這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估計是被這個衛隊控制了啊，那總統講話都能給他掐斷了，掐頭去尾的。這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是伊朗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媒體，也是長期反對與美國接觸的極端強硬派的陣地。美伊停火協議簽署後啊，他多次壓制伊朗國家領導人關於推進談判的聲音，就是佩澤西強在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伊朗政府相互指責對方破壞團結之際，美伊在7月最後一個週末暫停了針鋒相對的打擊，增加了重啟談判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稱要給談判留出一些空間。一些美國媒體則報道說，暫停是因為過去2週的轟炸已經竭盡所能，也就是再炸沒有什麼好處了，邊際效益遞減。第二個，美國也沒炸彈了，就這意思，武器枯竭。伊斯蘭堡會談後啊，伊朗內部關於談判的分歧逐漸公開化。你看，這是中國新聞週刊說的。代表團成員、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納巴維安成為主要的外交路線批評者。這哥們還是代表團成員呢，也是負責談判的。他在電視台節目中語出驚人，聲稱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指示未得到阿拉格齊等人的執行。他還公開了一封據稱是來自穆吉塔巴的機密信函，要求談判團隊終止後續談判。當時是6月下旬，美伊已簽署諒解備忘錄，也就是穆吉塔巴手諭寫了個機密信函，要指示卡利巴夫現在就終止談判，掀桌子走人。結果阿拉格齊這一人還繼續跟美國人談判，還簽了諒解備忘錄，對吧？儘管談判團隊駁斥了納巴維安的說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也表示會追究納巴維安的違法言論，但這一事件仍助長了反談判陣營的氣焰。4月美伊達成停火後啊，極端強硬派支持者持續走上街頭，聲討佩澤西強政府，甚至直接發出對阿拉格齊等人的死亡威脅。在最近那場對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開炮的反彈中，阿拉格齊回應說，停火是集體決策，並非他本人或佩澤西強個人倡議。在佔據優勢時結束戰爭，是為了以最小的代價鎖定既有成果，並以盡可能有利的條件進入談判，繼續作戰。這意味着拿國家與民眾的命運冒險。
阿拉格齐還在採訪中警告說，造成哈梅内伊等高層遇襲的安全漏洞至今依然存在。外國情報機構在伊朗境內活動，或許不止於搜集情報，還試圖影響國家決策過程，操弄伊朗輿論環境。華盛頓智庫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歷克斯·瓦坦卡認為，這番表態是對政權內部主戰鷹派的一種隱晦的批評。在最近的訪談中，當被問及如果當時接受特朗普的要求，是否就不會發生戰爭時，指的是2月28號之前，阿拉格齐明確回答，如果我們接受了，會遭受比戰爭更大的損失。他還引述哈梅內伊的話說，當不戰的代價高於開戰的代價時，就必須開戰，不能猶豫。在2024年出版的著作《談判的力量》中，阿拉格齊寫道，談判者的底氣取決於國內凝聚力和國家的軍事實力。如果無法在力量上與對手形成軍事，最好暫時不要談判，待軍事形成後再行對話。去年6月，伊朗核設施遭轟炸後，以及今年40日戰爭期間，伊朗採取了這種做法。阿拉格齊還在書中寫道，談判也是一個太陽底下賣血的過程。如果過度使用籌碼，就會造成損失。真正高明的交易需要給對手留一條體面的退路。不過，當地時間7月29日，美國再次對伊朗發動空襲，結束了維持僅5天的短暫停火。這是中國新聞週刊中國的媒體也是比較少有的把目光聚焦在伊朗內鬥上。阿拉格齊對着媒體直接投訴，直接指控強硬派有內鬼。而且這個內鬼的層級不低，你看看，已經公開互相指責了。我在想如果這種壓力如果持續下去，伊朗應該發生變化，內部會崩潰。再說一說美國內部那一樣也有鬥爭，主和派和強硬派一樣的。萬斯是這個投降派的代表。根據 NBC 新聞報道，特朗普在一次安全會議上大發雷霆，因對呈報給他的軍事選項以及與伊朗談判缺乏進展感到沮喪而大喊大叫，破口咒罵。一位美國官員補充說，經過這麼長時間，政府內部沒有統一意見，政府面臨戰略失敗，卻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或關於未來的決策。一位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盟友補充說，總統極度惱怒，而且沒有真正制定出應該持續多久或該怎麼做的策略。特朗普破防了破口大骂，罵誰呢？總之這個中東的事情還早着呢。最終伊朗是要放棄核武器，現在連霍爾木茲海峽還沒談明白，到放棄核武器是吧？你說這中間還有多長的路？所以大家慢慢看。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